感謝大家蒞臨香港享譽品牌大獎2025嘅 MIB Award 頒獎典禮，非常榮幸咧可以同各界嘅領袖同埋企業代表共聚一堂，分享品牌喺面對瞬息萬變市場嘅創新思維同埋成功故事，一同見證多個享譽品牌獎項嘅誕生。香港享譽品牌大獎旨在表揚喺消費者認知、市場影響力同埋行業領導力方面咧表現非凡嘅品牌，充分表現香港企業嘅實力同埋創新嘅精神。相信大家嚟講咧，呢個肯定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咁我哋舉辦香港享譽品牌大獎咧，唔單止係希望肯定各界喺品牌價值建立同埋提升上面嘅努力啦，亦都希望彰顯企業嘅創新實力同埋專業水準。呢啲元素咧係各行各業品牌長遠發展嘅根本，同埋咧亦都呼籲香港互動事務商會咧一直以來咧推動市場營銷同埋廣告業專業發展，促進經驗交流嘅使命。我哋致力啟發創意同埋推動跨界合作，凝聚業界力量，推動品牌管理同埋專業發展同埋持續進步，協助業界喺瞬息萬變嘅營商環境之中保持競爭力。咁我陣間中間會有個 panel 都會講一啲較為新啲嘅 marketing technology，我有兩位好有份量嘅嘉賓，陣間都會同大家分享。咁今屆大獎咧係享譽傳承非同凡響為主題，展現品牌非凡成就，並鼓勵企業持續突破啦，塑造具影響力嘅品牌典範。每一個香港享譽品牌嘅誕生，都係業界創新精神同埋堅持不懈嘅見證。預先祝賀各個香港享譽品牌，希望各位百借光頭更進一步，繼續擔當市民心目中響當當嘅品牌，維持高口碑。同時咧，我哋亦衷心盼望咧各位善用香港享譽品牌大獎呢個平台，擴展企業間嘅網絡，啟發更多創新思維同埋探索深度嘅協助。最後咧，我謹代表商會感謝政府、評審團、企業同埋各界熱心參與同埋大力支持。願我哋喺挑戰和機遇並存嘅經濟環境中，繼續並肩而行，推動品牌持續創新，勇於追求卓越，讓各個香港享譽品牌成為我哋城市嘅驕傲同埋象徵。多謝各位。